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三界的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59首，圣诗159首，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每日我心神少念你无停，你做我光灯，互我有光明。圣诗159首，咱起立，三个来吟。徛伫三界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许多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一对圣神召开，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年代受苦，定是第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圣将复活上天，把这个全能的地上帝大庭，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掀开圣诗后面启文30，启文30诗篇121篇1053页。启文30，咱大家来启用。我仰头看山，我的帮助对倒来，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跋倒，伊会保护者袂论。
以色列的保护者未遁面，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生这影底保守你，你是日头袂伤你，你是话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你即时到永远。咱同心额头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感谢你慈悲恩典满满，互阮平安顺遂。伫主圣日，阮同心的兄弟三个组织，伫你的面前敬拜你。阮用感恩的心，有主你的应允。你尽忠的仆人叶景安牧师，要诚做阮教会带来面的牧师，求主施落满满的祝福，互阮牧师兄弟同工，大家专心、专情、专力听主你，阮的上帝，互阮西湖教会诚侪老年甲密的地，事事兴通，人业加天侪侪，感谢主。主你的听时常甲阮三个天地，互阮逐日的生活、工作、待人接物，拢会当合适主你所教示，万事包容，万事相信，万事圆满。即是阮为着生心灵欠满的兄弟，恳求主你看顾，伫阮的人生有时会经过美丽清清好园、树木真青翠的路边。但有时，阮会拄着大试炼，真艰苦，直到心失望看无路。总是主讲免烦恼，心平安。我靠主心烦恼，免平安。阮为着兄弟即时，无论伫国外、国内探亲旅游、工作、读册，求你看顾因出入内外拢平安。求主圣神降临，甲阮同在，放空阮一切世俗的俗事重担，全天候领受主你要通过牧师所传讲的信息，互讲的、听的、平平得到祝福，得到帮助。感谢主，祈祷感谢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赞美，请圣歌队。检查我
说下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心如汤火，你都察言。你创造我，赋予我，我在幕腹中，你就看顾。你从起初看见我的心底，我一生日子你都有数。我到哪里，多美丽的面；我到哪里，多美丽的脸，在我前后环绕，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神啊，这样的知识奇妙，神啊，使我难以测度。这样的知识，神啊，使我难以明了。神啊，这样的知识奇妙，神啊，使我难以测度。这样的知识，神啊，使我难以明了。咱感谢有用之士用伊水的歌声，带咱来学到上帝，享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8章23节到27节。马太福音8章23到27，和合本是13页，汉语本是9页，现代中英本是9页。马太福音8章23到27。马太福音8章23节，咱来看，我来读。已经落海，伊的学生缀伊，忽然海面起大风涌，直到船互淹靠。若是耶稣伫困，学生就滚来叫伊起来讲：主啊，救我！爸无命了。伊就甲因讲：小信的人啊，怎样遐无胆？就起来接避风甲海，就大病定。遐个人奇怪讲：即号是啥物人啊？风甲海也顺伊。以上愿主的话，诚侪咱的帮赞。讲到今早起牧师所讲的题目是耶稣生命的意义。上帝同在，咱继续来听。来，兄弟，大家平安。平安。
咱连续几礼拜拢喺探讨耶稣信者的意义，所以毋知影咱即几礼拜敢会记得即个伫新约圣经内底信者有3种意思，你敢会记得？第一种记号，第二种咧溃力，第三种咧作为。咱即几礼拜以来，望咱大家会当伫对伫信者的意义无共款的面相顶面会当体会到。信者伫新约圣经内底所讲的信者3种意义：记号、溃力、作为。所以是上帝同在的记号，上帝溃力的记号，上帝听的记号。种种代表上帝的记号，过来咧溃力，展现出上帝的溃力作为，这是上帝的作为。即个记号溃力作为。所以今仔日咱就要来探讨耶稣信者的意义，就是有上帝的同在。落以下这，咱读着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的经文，马太福音第8章第23节到27节所讲的耶稣的门徒拄着大风影的故事。我想咱活伫台湾，大风影无拄会着，但是大风大雨。咱是非常的习惯，因为每一年到伫热天，台湾一定拢会有风台。当然最近气候较无正常，风台好亲像愈来愈少。但是若风台变少，发现一项代志，就是每一遍有风台，严重性煞愈来愈严重。最近气候真正有较无正常。但是伫咱的记忆内底，咱成长的记忆内底。应该是对伫大风大雨、大风台印象应该拢有。咱在座有中华人，那70岁还是80岁的中华人，一定会记起什么大水灾，对一边的风台、北七水灾、风台所引起的。听讲彰化市有真侪所在，我听迄老一辈讲，伊读国校的时阵，迄个国校的围墙淹水到遐悬。以前伫彰化的时阵，听这老一辈安尼讲，佮听讲啥物？迄当阵有一间学校，就像热天放假，即个暑假迄考试，结果学生迄天拢去学校，煞发生不幸的代志。我想咱在座有彰化人。那家己无亲身拄着，应该嘛听老一辈讲着北七水灾偌严重。当然讲较近的，2009年台湾的88风灾，小林村规个灭村，然后咧，即个台东即个所在，即个国际的新闻，拢有报道着一个饭店煞规间倒落去，这拢是咱记忆内底咱所经验过。一个大风大雨，因为风台所引起的。今仔日马太福音8章23节到27节所记载，耶稣平静风影的这个神迹，也是要互咱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咱拄着人生的大风影的时阵，上帝到底伫倒位？当咱也伫咱的生活中间，拄着大风大影的时阵，即款的大风大影，会当讲是可能是一个危机，可能是一个艰苦事，可能是一个困难恶担当的代志。安尼，人爱思考：当你拄着遮个代志的时阵，上帝伫倒位？也是你感受到的上帝是倒位？马太爱咱知影的就是，当咱拄着大风大雨、人生的风影的时阵，耶稣甲咱做伙伫地，亲像拄着即个大风影的时阵，其实
遮个温度有耶稣甲因共存。留意下这，对伫今仔日咱所读8章23节一开始，咱就读到讲耶稣已经落船，已经上船啊。然后伊的学生对伊，咱讲哦，军队耶稣，军队耶稣，咱讲这是基督徒爱做的代志。咱佫讲军队耶稣真正好，这真侪诗歌拢会安尼讲哦。军队耶稣哇平安欢喜，但是咱看今仔日经节，值得咱斟酌来思考的就是，当耶稣坐船要去加利利海的对岸，咱知影加利利海毋是海，搁一边强调，伊是一个大湖，但是这湖是非常的大。然后特别的所在就是咱知影水通常温度会比地上较冷淡薄，水会当保温，所以日头晒落来，涂骹真烫，但是咧水无遐烫，所以会温差的关系会造成对流，所以常常加利利海突然中间，因为即个天气的变化，就会有大风影。拄啊好，当遮个温度对耶稣坐船，要行船到加利利海的对岸，当因船行到即个大湖的中的时阵，那边仔水较浅，无拄讲拄着啥物危险的情形，跳落船，这真浅，佫袂要紧。但是因行船行到湖的上中，讲即个真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那风影因伫岸边拄着风影袂要紧，好处理。但是船行到上深的所在，离岸上远，佮即当阵拄着大风影，莫怪，咱知影耶稣呼召12门徒，头前4个是啥物职业的？讨鱼人，因拢是讨鱼的人，所以会当讲耶稣12个门徒1/3是讨鱼人。咱知影讨鱼人是靠行船迄生活的，伊应该是加利利海讨鱼的人，所以会当讲加利利海行船对伊来讲是真正非常简单的代志，是因日常生活所做的代志。但是伫湖的中拄着大风影，会当讲这可能甲因平常时所经验过无共款，也是讲即当阵可能因也因为迄款，你知影？咱讲紧张的影响会传染，所以有人有时阵咱一群人做伙佚佗，咧。中若有一个紧张大师，拄着啥物状况，看到哇要落雨，未落雨进前就开始伫遐紧张，结果咧，大家出去佚佗，煞拄着即个紧张大师，煞规个大家拢升袂落去因为拄着啥物即个突发状况，就开始伫遐紧张，结果其实拢小代志，但是这有时阵咱讲紧张起来囥。所以有可能因为安尼，12个门徒，敢若4个是即个掠鱼的，所以就算讲因足够行船，因对即个环境真熟悉，但是咧面对着大风大影，因游玩，啥物代志拢袂当做，因游玩伫遐惊吓，伫遐毋知影要安怎。也有可能真正拄着即个大风影，是真正严重到超越因会当处理的情形。留意下这，咱知影耶稣的门徒，马太福音第8章所记载即个大风影，耶稣的门徒拄着风影，
甲咱知影旧约圣经内底有一个先知约拿，约拿书内底有讲到，即个约拿，上帝叫伊去尼尼微城去宣讲，互正人会当悔改。但是伊咧，伊讲哦，遮个歹人叫我去，啊，伊讲啊，我无爱去啦，因咧即个尼尼微城充满罪恶，我去要创啥？你要害我？所以伊就是走哦，这后壁迄句我加的啦吼，这消音。结果约拿就走倒变的方向，伊拒绝上帝的命令。结果咧，伊行船要逃走的时阵，煞拄着大风影。会当讲淡薄啊，约拿拄着风影，是因为伊违背上帝的命令。但是咱拄讲到。耶稣的门徒拄着风影，是因为什么？因对耶稣，军对耶稣啦。哦，这个风影，毋是耶稣这12个门徒做啥物无好所造成的。会当讲因是无辜的，因军对耶稣的。过来，这个大风影。也毋是因所会当控制的。例如兄弟，耶稣门徒所拄着即个大风影，敢是甲咱基督徒人生的中间，也同款会拄着真侪风影类似。咱每一个人，咱若自认讲我是基督徒，咱拢是军队耶稣基督，敢毋是安尼？你若无军队耶稣基督，哪会当讲变做基督徒？咱拢是军队耶稣基督，但是咱军队耶稣基督，敢是就亲像童话故事，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毋是，反倒等有时阵，当你信主了后，你愿意军队耶稣了后，却发现你的挑战增加。当然，咱人有限的智慧，无办法知影上帝的旨意到底是啥物。有可能上帝爱咱，哪得着锻炼，拍长手骨颠倒用，因为拄着人生的风影，你哪来哪用？也有可能上帝是透过这个风影，互咱学习更较谦卑，互咱学习。听上帝的话，互咱学习哪来哪有人生的智慧，知影安怎处理人的问题。但是咱拢袂当否认，就是人生中间的风影，常常就亲像耶稣的门徒对耶稣坐船，所突然中间拄到这个大风影。人生的风影嘛，常常是突然发生。常常是咱事先袂当按算的，咱也常常是无辜，毋是咱做正的。你想来想去，为什么会拄到这款代志？想来想去，想袂通，只有甲上帝讲：上帝啊，怜悯我哦！上帝啊，保护我哦！但是这款人生的风影，也常常是威胁着咱。可能你本来人生的计划是安尼行，你想要行一个偏袒的路，但是人生的大风影煞甲你带啊酷酷踅，你嘛毋知影到底会行到倒位，甚至有时阵是迫害性，亲像咱因为突然中间有身体的问题，煞变做改变你生活的方式。因为健康的问题，常常咱想袂通，但是人生的风影，互咱得到提醒，就是咱要知影，咱家己的生命其实是非常的脆弱。莫想讲家己足敖，常常咱电视新闻，敢是拢有看到新闻报道，什么大企业的总裁。哇，50多岁，就无去啊！这个顶礼拜一个大企业的
大企业家，57岁，我若无记毋对，57岁少年啊要害，啊伊事业嘛做啊真大，啊看伊安尼，即个名声是新闻啊出来，健康好好啊，但是一时啊就无去。人生中间，人爱面对就是人的生命是非常的脆弱，这互咱搁较珍惜咱活的每一天，互咱珍惜咱的生命，珍惜咱现在所有的。弟兄姊妹，但是咱也爱转来思考，尤其这4个耶稣上早呼召的门徒，伊咱讲是大弟子们，伊是上早跟对耶稣的。当因真做掠鱼的人，面对着风险的时阵，因煞真容易就互惊吓来控制掉。会当讲圣经内底真正无记载讲因是想要用啥物家己所会晓的技术、行船的技术来面对风险。圣经无写。当然有可能因也努力过，但是至少咱知影的是因互惊吓所控制，甚至因惊吓到啥物？因甲耶稣叫起来，因为拄着大风险的时阵，耶稣是准里迄困，耶稣的学生甲耶稣叫起来了后，因惊吓到啥物程度？咱知影人一惊吓的时阵，啥物礼貌啦，啥物拢袂顾啊。因对耶稣讲说：“主啊，救我，要无命哦！”哇！甚至马可福音，佫有记载讲，即个门徒甚至佫有足淡薄仔责备的口气哦，讲我要死啊！你敢无要紧？惊吓，人真正真容易互惊吓来控制。但是咱思考，这个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伫身躯边，为什么因的信心这么容易就互惊吓的情绪所赢过？信心却输互心理的惊吓。第一，就是因伤过注意到风险，甲风险可能造成的伤害。咱应该拢听过即项的代志，就是有的人无错健康可能状况较无好，但是煞变做规工伫遮烦恼东烦恼西。若小看观察听，哇！伊就讲，哎，这真是生癌啦，有时阵，即个皮肤，咱有年纪啊，像牧师嘛超过50啊，开始皮肤就有小可变化，因为年纪嘛有啊，咱在座的兄弟应该拢经验过这，你因为年龄的关系，皮肤有小可变化，伫遐烦恼讲是皮肤癌啦，也是讲食这嘛惊，食迄嘛惊，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规工伫遐烦恼，煞变做啥物？煞健康愈来愈无好，因为规工伫遐烦恼，规工伫遐心情歹，拄着这嘛伫遐烦恼，拄着迄嘛咧烦恼，规工伫遐惊要害，安尼健康状况敢会较好？应该袂啦吼。上过注意伫风险，也是风险可能造成的伤害，
亲像咱活地若伤过注重、伤过注意伫遮个威胁咱的物件，有可能咱也变做生活快乐袂起来，规工心情拢无好，心情一无好，健康哪会好？伤过注意着遮个威胁，甲威胁所有可能造成的伤害。第二咧，遮个门徒因怀疑着上帝的气力，就算耶稣伫身躯边，但是因煞发现着耶稣竟然大风影中间伫遐咧困，好亲像无要无紧。因怀疑上帝敢有即个能力？明明因已经体会到耶稣惊信者显现出上帝天父上帝的气力伫伊的身上。咱知影第八章已经真后壁，第八章记载遮尔多耶稣惊信者医病的信者，然后到已经中后壁，较讲到平定风影，这代表啥物？这个门徒看到耶稣行大权能，靠着天父的气力医病，但是因犹原怀疑耶稣有天父予伊的气力。过来，因也怀疑上帝的疼。当耶稣已经甲因教导上帝的疼，咱知影，即摆咱拜五查经所讲的马太福音5章到第7章，咱讲这是登山宝训，内底有讲到真侪上帝的疼，对无？讲到上帝日出照好人也照歹人，然后咧，上帝落雨压义人甲不义的人，上帝会听到安尼。但是遮个门徒有耶稣伫身躯边，因也跟对耶稣啊，竟然因想袂到，因想袂到，因也无确定天父对因的疼，也听到会当救因脱离危险。落去兄弟，伤过注意着威胁、甲危险可能造成的伤害。第二，怀疑上帝的气力。第三，怀疑上帝的疼。这三种情形，任何一种若发生，惊吓就一定会控制着你我的生活。换句话来讲，要怎样面对代志，无互惊吓来赢过，就是爱消除这以上的状况，自然而然，咱会当拄起迄个捆绑人的惊吓。落去兄弟，咱看这相片内底，这倒手边就是这个博物馆内底，以色列的一间博物馆内底，这是加利利海，伫1970年代，有这个发现一只耶稣迄个时代，主后第1世纪初期的一只船。所以咱会当看到讲，耶稣甲门徒所坐的船，就是即款的船。咱知影即个伊的结构非常的简单，船也无介大，坐10几个人，无怪耶稣的门徒一拄着大风大影，啥物拢袂记是，干那知影惊。
即个倒手边是即个耶稣迄个时代加利利海的船，正手边，就是即个复原图啊，就是迄当阵行船就安尼，咱安尼若看迄个比例，你就知影人甲迄个船来比，这即马的小型的渔船，可能就是比这搁较大哦。但例如遐这大风影的中间，耶稣伫船里迄困，对比着充满惊吓的耶稣的门徒，咱发现这差别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大。为什么耶稣会当遮尔平静安稳，伫大风影的中间，也悠然安心伫遐困？当然嘛有可能，耶稣知影即款风影无算啥物，是讲咱坐过飞机，咱敢有即种经验，拄着迄个乱流的时阵，咱惊要害啦惊讲即若迄个即个飞机的驾驶伫遐安尼，毋知影安怎处理，处理啊无好，安尼要安怎？但是即个有较有迄个即个飞机的即个飞行的知识的人甲你讲免惊啦因为飞机迄飞的时阵，大部分拢是自动驾驶，即个自动驾驶会自动的甲伊扭转来你若咧飞悬，伊会甲你扭低，飞低会甲你扭悬。若飞倒手边，伊会甲你倒手边，伊会甲你纠正到正手边。这即马拢有自动的驾驶。其实摇来摇去，摇来摇去，但是伊拢是即个照伊应该行的来行，所以免伫遐烦恼。飞机即马嘛做结果，拢即个设计的时阵，拢有考虑到遮个乱流。但是咧，咱嘛是会惊，无说安尼讲，拄着嘛是会惊咯。共款，讲袂惊，迄是迄可能是即马咧讲啦。你若真正坐飞机拄着乱流嘛是共款啦即个手滑按按。但是为什么耶稣拄着大风影？是安尼平静，是安尼有平安，甚至阁困会倒去。对比着耶稣的门徒迄当阵的表现，耶稣伫风影的中间悠然平静安稳，因为伊无将焦点放伫风影，伊根本就无看风影是啥物。亲像讲。前几工我嘛伫网络听去一个医生迄讲，伊讲即个伊有朋友得着癌症，这真正的医生迄是真正一个医生，毋是迄个网络上的迄乱讲的。真侪医学常识，网络上真侪医学常识，无拄是医疗专业所写的，可能流传。但是我看迄个影片，迄是一个电视台访问一个家医科医师。伊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医生，伊讲伊有朋友得着癌症，毋知啥物癌，我袂记得。结果伊紧张要害，伤心要害。即个医生就甲伊讲安尼你来我遮一个，你请假一礼拜来我遮，请假一段时间来我遮，甲我做伙住。然后即个医生就每一工带伊去河滨公园去散步。伊阁教伊讲河滨公园即马都有真水的草地，褪只骹伫遐，每一工安尼行路，照日头。迄个医生讲经过一段时间，即个伊的朋友转去阁检查，哇，那些指数都恢复了，都比较好了。这表示啥物？莫将即个问题一直放做你活地的焦点，安尼，互即个问题对你的伤害袂一直持续增加。无将焦点放伫大问题，耶稣也同款。
伊无将焦点放伫即个风影，甚至伊会当责备海甲风。咱知影耶稣心中根本无看这个风影算什么。第二咧，耶稣亲信听伊的天父有气力，会当赢过风影。咱伫马太福音若看较早前第4章，耶稣伫旷野受试探的时阵，耶稣敢毋是一遍一遍表达出伊知影天父的旨意是啥物？伊知影天父所安怎做，甚至到最后，耶稣伫旷野受试探的故事到最后，当魔鬼离开了后，天父派使者来服侍耶稣，圣囝耶稣。耶稣对伫天父的气力有确信，伊知影讲。这个天地拢是天父上帝的创造，拢是天父上帝所掌管，所以伊确信天父有气力赢过风影。第三，耶稣也深知天父的慈悲疼痛，绝对袂气杀伊的门徒。亲像耶稣也伫登山宝训讲到上帝捏你即个世界，就算是歹人，日头也照着因；就算不义的人，落雨也压着因，互因得着润泽，袂伫遐打扫。天父疼遮尔啊大，天父的慈悲疼痛。敢会无看到咱所面对的？所以，当耶稣的门徒性命伫危险的中间，当一切的代志，甲因所本来想的无共款的时阵，耶稣愿意信靠天父。并且确信天父，就算伫大风影的中间，也袂气杀军队耶稣的人。亲像咱也同款，咱拢伫军队耶稣，难免拄着人生的风影，甚至有时阵因为咱军队耶稣，所以会面对着一寡问题。但是咱军队耶稣，是因为咱确信伊是咱的救主。确信伊是咱性命的主宰，咱确信天父的疼是遮尔啊大，咱也确信伊的气力是遮尔啊大，所以咱也爱亲像耶稣伫大风影的中间，困伫船里共款，咱爱信靠疼咱的天父上帝。咱军队耶稣难免拄着困难，拄着阻挡。拄着伤心事、艰苦事，但是咱莫因为暂时会无顺利、暂时的困难，就放弃军队伊。来兄弟，伫耶稣平定风甲海的新约中间，咱通学习两项代志。第一，风影是人生的一部分。就算咱军队耶稣，咱难免也会拄着人生的大风大影。第二，但是咱爱知影，上帝绝对袂气杀咱，因为伊的慈悲疼痛是遮尔啊大，伊的气力也关过一切，伊也会照伊的旨意来带领咱。所以，拄着困难，拄着艰苦事，拄着失望的代志，莫因为安尼来灰心丧志。只要咱军队耶稣基督，伊会照着伊的旨意来引带咱。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主上帝，
阮感谢你，因为阮军队你，你就甲阮同在。主啊，虽然讲阮有时阵，阮会因为负面的情绪，亲像惊吓，亲像灰心丧志，亲像生气，你甲阮袂记即你甲阮同在的即个事实。但是主啊，阮感谢你，你搁一遍提醒阮，就是就算阮感受袂到，你犹原甲阮同在，你也掌管着一切，你的听也超越一切，你拢有你上好的安排来带领阮，所以恳求上帝互主你的旨意得成。主啊，阮惊吓的时阵，求主你互阮得到激励；阮失望的时阵，求主你提醒阮，互阮重新得到盼望；阮感觉无力的时阵，求主你加添阮的气力。主啊，恳求你引带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通过牧师，互咱真好的信息甲勉励。这是咱要撒迦利亚回应的圣诗第587首。圣诗587，我毋知明日会怎样，主带路我免担忧。我无求逐日好日光，有时阵黑暗恶长。对将来我充满盼望，主保守得较稳当。我逐日甲主同脚步。伊知我头前路途，做事明日会临到，做事报得明了。我亲知主掌管明日，伊牵我一路行头。圣诗587，咱三甲起立来吟。天山呀，大地山。
虽然无智慧，无智慧了无可悲，道无主因错我路zan以无为甲我家堂，最最属天地为灵感，最最属我的灵感，我今在主掌我平静，依靠我喜乐家堂。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咱请秋妹执事甲民兵执事，请金兰执事来书列。来，今日三个来给奉献的诗。我的经纶天罗地，也出龙潭的经，我得再见你世俗，让我回归真的路。请坐。愿祝大家平安。咱来掀开咱的周报，咱来看报告的事项。第一，记录2023年2月19第302届小会议决的事项。第一，新闻7市中会中委会派员前来主持就任礼拜，提请就任礼拜日期为主后2023年4月23，或者是4月30。第二，新闻7市中会财团法人第一，自3月初开始，叶景安牧师罗建宝家宝事宜。第二，办理叶景安牧师户籍迁入本会牧师馆。第三，聘任叶景安牧师为本会第6任牧师，赴任日期为主后2023年3月初1。第四，主后2023第72届第3摆的中委会，2023年3月14拜二早起10点召开，地点是家人教会，献片时间是10点15分。本会咱要派黄明仪长老前往中委会献片，任期是4年。第二，后礼拜3月19，也是台南实行院的纪念主日。礼拜中，叶景安牧师要代表学院来请安报告，请教会兄弟持续为台南实行院教学的推展义务的需求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三，后礼拜讲道题目是耶稣生命的意义。第六，新生命的应允。经文是约翰福音11章17到14节。第四，本堂叶景安牧师已经伫3月初1赴任，也有要安排家庭礼拜，也是要探访的兄弟，咱的会友，会当甲牧师来联络来安排。
第五，邀请咱教会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咱每礼拜五的早间祈祷会。早间祈祷会是暗时7:30。咱来看聚会活动，最日礼拜是早起10点，圣歌队练唱是早起8:45。早间祈祷会是拜五的暗时7:30。下一周的读经经赞，甲顶礼拜的奉献出席，请咱家己来看，留毋着，阮咱过节来敬虔。圣工的事奉，交代咱即礼拜是素琴节甲槟榔香，茶会我本人，清扫是秋妹执事。后礼拜讲道是叶景安牧师，司会是名义长老，司琴是义利老师，领袖是余信兄，书献是玉洁执事、济南执事，交代是下坡节苏长老，茶会是秋妹执事，清扫是下坡节。咱来看即礼拜的金句，诗篇121第8节。日出日入，摇花马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来，日出日入，摇花马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日出日入，摇花马保守你，对即时到永远。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121篇8。从今时，不是金瓜石啊。这好咱从今时啊，咱先欢迎咱今仔日牧师全家。啊，来，哇，专家来，我们给他拍拍手。我们终于看到牧师娘没有戴口罩。啊，他们全家很美满幸福哈。啊，迄个足古水的，迄个上细汉的真古水吼，今仔足乖，拢点点安尼吼。哎呀，牧师你也规日变瘦啦。无啊，真好。啊，牧师已经伫3月初复任吼，啊，即时咱也真感谢，伫即个时间，咱兄弟啊，大家为着即个上任的种种的准备的代志。啊，咱大家拢安尼各尽其职啦，吼，其职啦。啊，咱看到我坐伫遐，看到咱咧表，吼，伫民意长老安尼请人来已经安尼粉刷了，吼，拢敢若新的安尼吼，咱即拢会晓，吼，拢用好。啊，那么我嘛听说讲有兄弟伫即段周间有去牧师馆安尼来参牧师来斗饼扫清理，啊，这互我体会着以前吼一寡老一辈吼前辈。因听牧者吼，就敢若听家己的亲人，吼，我真安尼听着了解了，我真感动。啊，原主纪念因所做的工，啊，佫有真侪吼，咱大家兄弟啊，圣歌队为着就任典礼啊，感恩礼拜诗歌的准备，吼，啊，佫都有一寡事情的吼，像刚长老今仔已经出国，甲伫美国啊吼，啊，伊一寡准备的话吼，字啦，伊拢准备好啊。吼，拢真感恩，大家拢照着家己的吼，安尼来，还佫有纪念品啦、请帖啦、来选择啦，很多。但是我感觉这是敢若互我看着讲，这是咱教会敢若安尼办喜事啊，大家安尼哇齐心合力吼，真感动啦吼，真感谢主。啊，今仔日插花是我本人，但是不是我本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是姜老师有插过，不然我不是这个样子。哦，你看姜老师，尽管他巧手，哎呀，就是很漂亮。这是我要学的所在。啊，我现在要讲的是讲，咱插位敢若3个人啦，姜老师、秋妹甲我，啊，剩轮到我吼，轮到我，我对顶礼拜开始就安尼。就开始安尼，拄我牧师讲啊，足紧张的啦，啊紧张啦，困啦，咧迷茫啦，是要安怎插啦，要安怎用安尼吼。啊，早上6点准备发财，然后到这边，哇，安尼一直紧张到8点才紧转去安尼吼。
拄好牧师嘛看到遐影片，坐着竹牌啊迄，讲平安哦，我就想着边仔的黄明义长老，伊带我去坐竹牌啊，叫我坐咧讲免紧张啦，平静平安啦。我看伊咧足平静的，豆豆顾啊，我敢若摕一个椅头互我坐咧啊，我是安尼足紧张的。啊，牧师佫讲坐过轮机，我坐5届啊，我每演节拢袂紧张，伊坐就起来就困啊。我是一个一直看逃生门伫倒位，逃生门伫倒位，等下煮迄电话，等下准备要跳要通好，还是要用某？哎，这吼真的是，我是感觉要讲的结论是讲，牧师互咱的地望吼，互咱的工作信息吼，真好真好啦吼，人生弘扬是咱人生的一部分，但是袂当袂记哩，主拢甲咱同在，吼，主袂弃杀咱，伊会照伊的旨意带领咱，吼，我是感觉牧师所讲的吼，一项一项拢足好的。好，只是咱就三甲坐咧，有缘坐咧，还用讲述，吼，咱来互相请安，互相问好，来，平安平安平安。好来，咱即时来三甲来吟煞要变的圣诗396首。圣诗396首，打要散花求主祝福，互阮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辅助，欢喜君地主脚步，地主脚步，地主脚步，经过旷野主蛇路。咱起立，三甲来吟。生活中间拄着大风大浪的时阵，莫袂记住，咱是军队耶稣基督，有耶稣甲咱同在，伊袂弃杀咱，伊会用伊的疼来帮助咱。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眼光变照恁，让主庇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阿门。